男人惊恐地发现自己居然拥有穿墙的能力，只要运用先进的高频共振技术，让人体和墙壁的振动频率一致，二者的分子就能互相穿梭，这样就能毫发无伤地穿过墙体。更牛的是，这方法对任何墙体都有效，连那种坚硬无比的玻璃肛门，他们也能轻松穿透，甚至下水道里的钢铁井盖也不在话下。经过2年半的疯狂练习，他们很快将这项技术玩得得心应手。接着，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挑战极限。于是，他们全副武装，直接奔向银行，利用那成熟的高频共振技术，一下子穿透了100米厚的墙壁，顺利进入了银行的保险库。接下来，他们在柜台前放了一颗微型核弹，成功炸开了保险柜的大铁门，把那些价值连城的宝贝都拿了出来，然后用钢绳吊着，准备穿墙溜走。幸好男人的身手了得，一人一物迅速穿过了墙壁。可就在头目催促大家赶紧撤时，谁也没想到某个猪队友竟然卡在了墙里，简直像是被墙吸进去了一样。为了不暴露身份，队友只好果断开枪，将他永远留在了墙里。2年半后，警察们飞速赶到现场，看到眼前这恐怖一幕，所有人都懵了，完全无法用科学解释这个怪事。所以这起诡异的盗窃案至今还是未解之谜。